吃当真来做甚？心肝，你知道吗？以前其实我最喜欢你学生的时候做这些手作啦，还有一些小劳作给我。哦，以前对呀我以前每个所有的社团都一定要选美术的。然后你有一本好几本画册集，我都给你收藏起来耶。以前有去上画画班那个时候，不止画画班，从你幼稚园的我就帮你收着，所以我觉得今天可以来做做也蛮好的。对啊，开心哎，我那时候不是跟你讲，就是我以前国小很喜欢看那些网络影片，然后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候很常做这些手做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我多多少少有被影响，然后我就会想跟你说要去买材料，然后我们就会去买。我有带你去吗？有就好。啊，它这个好像不能剪，不能吗那我就对，因为它很硬。可以吧？你要剪多真的吗？多那个到这边就好。啊，哎，可是为什么用白？好，谢谢。安子森，什么你？不客气。哎，做好嘞，你看有奖吗？有，那我的呢？当然好看啊！你的做妈妈给看去感冒，做嘛给做奖，做什么我都觉得好看，从你幼稚园到大都是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今天有一整天的行程哦，你有没有很期待？非常期待。而且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今天要做菜给你吃。真的吗？那我也要做给你吃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我最喜欢吃你做的菜。我要互相交换，可以，互相切磋。很好。那我们就走吧。CC 师姐阿婆常常带我来南门市场。我是第一次逛这一条。对呀，对呀，你看这红萝卜好可爱，小小。但是我们搭公车经过这边，都会很多人下车，大家都是要来。你有想买什么你就跟我讲。好。哎，丸子哎，这马改做哎，走马，哦。猪肉跟走马，猪肉的红糟，好多种哦，这样泡菜，泡菜啊，你去搞做的吗？哦，真厉害！来，那什么？那什么来？那我吃，好，谢谢。有没有吃过走马？呀，演的吼，迄个新上这个蛮有这个做，保证安全食品。干杯！好吃喽！哎，泡菜好吃的。好好吃哎！对呀。看，对不对？用应该可以蓝点卖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这样4个一点点这样。一个、2个，各2个。好哦，好哦。芋头的，好，可以。110。啊，改一点。啊哈哈，谢谢。好，给你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要不要买？等一下来煮菜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你有没有要买什么？你可以去看看。洋葱。老板娘，洋葱1颗。哦，好，帮我挑1颗。哦，真的，我挑1个。好。红萝卜都过年前就开始采收，真。现在还没上架。我看它有香菇哎。哦，好啊，帮我拿1包。真的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以前阿婆带我来的时候，
跟现在不太一样。现在真的是摊位很多很多，以前的摊位就是比较传统，我觉得也很好玩。现在就是逛起来比较干净。田馥甄在这边都是满满阿婆的回忆耶，你都叫阿婆哦，是客家人都说阿婆，阿婆。哎，大饼哎，你记得阿婆喜欢吃吗？你记得吗？之前都会买对呀，之前爷爷馒头啊什么的。对呀，葱的，哎，以前没有这种，这是抹茶的吗？茶红豆对，哦，抹茶红豆哎。那是茶叶茶粉做的。因为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这种口味，都是比较我小时候也没有杠子头，杠子头。这样子的那个最硬邦邦的超硬的。你有吃过吗？有啊，有啊，一次跟爷爷还是阿婆？爷爷。来来看看啊，现在那我们买一包超好吃的。好啊好不好？哇，你好多，对呀，好多种只有哦，四毛面煮，吃了哦，真的，非常好吃，吃了绝对不会胃酸。哈哈哈，好面哦。谢谢。阿婆也很喜欢吃麻花卷，她喜欢吃零食。对他喜欢吃，谢谢谢谢对他喜欢吃零食，各种零食。没错。过年嘅时节，阿婆每次带我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她拿不动菜，因为每一次来市场这么大，她每一次来就会买很多，然后她就会提不动，她就说：“来来来，你跟我去帮忙提菜。”对呀、你好，哎，阿婆最喜欢吃的麻糬跟那个米糕，哎，蜜糕，哦，可以吃吃看。要试吃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好啊，好啊。试试看看。好。好。好 Q 哦，油哦，好深哎，有点酸酸甜甜的。这嘛改啊？两黑咖咖喱，家化的假式，对不对？咖喱吧。这都得是空吗？都得啊。可以，真的吗？都得。没有。哦，谢谢。咬到最后很香哎。好好吃哦。糯米黑糖，所以它甜度不甜。这个没有吃过。耶。这个比较 Q。好深哎，比较软 Q 软。它有手工做，这个跟发糕有马改毛 Q 用，也它 Q，它 Q 哦，它拌它早。它很扎实但不硬，很 Q。对，哎，糖给吃哦，它不呢是它血，它血啊，爱迪，我比较喜欢这种的。我也是，那你要不要买一包？要。那我们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分一块。好，一个这个，一个这个。好，那你们要喝茶吗？这个是仙草茶。摸老糖哦，摸老糖哎。哦，没有放糖，你做对吗喜欢没有糖。 ？OK 啊，哎，我们一起喝。我们俩一杯就好了。一杯就好。嘿，没关系，我是环保小尖兵。对那妹妹先喝完。对有点冰冰的。对。啊，这个也可以煮鸡汤。我喜欢没有糖的。买个大的好了。谢谢。因为哈干叶，所以做出来的这杯好神。哦，对呀，那个味道是对的。对，因为对小时候呢，就是跟阿婆一起吃，但我真给没吃过的，第一次。这个很少有，比较少。对，比较常吃这个，还有麻薯。我阿婆最爱吃的。对呀。对呀。谢谢。静媛姐，嗨！最厉害的就是这个皮，超 Q 的。这是我吃过，我真的觉得最好吃的牛眼。动吃动吃来做事。静媛姐。
嗨，哎，你在做肉羹哦？对呀，我刚好在做肉羹。哇，我可以学吗？可以呀，真的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呀，我们来学要不要？好啊，我也想要做看。就这样哦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哦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很好玩哦。这样会太大坨。来，给你，不会你先。拿好，我有点重哦。就大概1块的分量，这样把它刮，从上面这样刮下来。来，好好玩。我拿好这样子，这样用力感刮下去就1块，多做几次就会了。来，刮下去。刮下去，刮下去。哎呦，真的有一点难呢。刮下去，不会啦，熟能生巧。阿婆以前最喜欢吃这个霸丸，非常的 Q， 非常的好吃。肉羹、肉羹、肉羹、肉眼。肉眼，嘿，杨妈妈种一苗栗的时节，她最喜欢就是买像这样的口感的肉眼，因为 QQ 的。那地头也只有你们家有。哇，你做的很漂亮，要不要再来一次？哦，好啊。静媛姐，你的这个肉羹有没有什么秘方啊？秘方这么好吃？其实也没有什么秘方啦，就是我们家常在用的东西呀，就是盐巴啦、糖啦、酱油，还有那个什么胡椒粉，就这样子啊。那这个是鱼浆吗？鱼浆，鱼对浆，还有加一些那个香油，哦，对，这样这是什么肉？这是猪肉，我跟你讲，静媛姐可厉害了，她不只是霸丸好吃，肉羹好吃，你看她唱歌也是第1名。你知道我怎么认识静媛姐？她来参加闹大擂台的歌唱比赛，我就认识她。后来聊天的时候就知道啊，在桃园卖霸丸啊，我来吃的时候想到啊，阿婆最喜欢的口感。你看，有啊，我还有看到这个海报。哎，对呀，这是在哪里？这是在我们南门市场这个中间那边，有人来采访啊，他说，哎，你这么会唱歌，我要安排一个午夜南门来给大家知道你会唱歌。哦哇，我跟你说，这一锅可能等一下有那种大大小小，对，没关系，我有刚刚挖不好，短整个掉下去。没关系，大大小小都可以，只要全部做点好，做点色，或是就好。是，做点。我跟你说，静媛姐家还有那个菜饭，对，也很好吃。你怎么知道有菜饭？我有吃过菜肉饭菜肉饭，就菜肉面。对，我每次我的那个菜肉面每次都不够卖，真的，我一天才10来碗，我10点多起锅，大概12点就没有了。哦，刚刚讲到菜饭，我肚子都饿了。真的哦，我也还有觉得。霸丸，还有肉羹汤。那我们赶快好帮你多做，做完我们就有的吃了。好等一下我叫他留给你们。好。谢谢，看看。刚刚你们做的肉羹好不好吃？我一定要介绍一下霸王。我这个霸王这个辣椒啊，对，我自己煮的超好吃，所以我一定要拿这个辣椒，我每次来都一定会加辣椒。我自己炒的，我放很多爱心呢，好好吃，听清后色，又香，爱吃辣的一定要吃。清火色，清后色。最厉害的就是这个皮，皮很 Q，超 Q 的。哇，端，咬一口。你看那个肉这么大块，太 Q 了。很 Q 了，对不对？这是我吃过，我真的觉得最好吃的牛眼，去嘎州跟去嘎色。对，刚刚你们做的，你看，我们刚刚自己做的，好吃吗？超级好吃。
这一颗是小的。我们刚才就是一下大一下小，就自己吃。第一哎次见，你它看的最大颗的在这边。哇，对，大小颗大颗小的大的，干杯！对。小颗的小口一点，大颗的吃大口一点。这个你没有吃过的，你一定要吃。你先吃，这个是说是限量的吗？对，限量版，每天一天不到10碗。这是特别帮我们留下来的，对，很厉害吧？那个肉才好吃。我还没有吃肉，哎，它有很多豆芽菜，有豆芽，有韭菜，韭菜，是油葱酥吗？对，油葱葱，我的东西全程都是自己好厉手害哦！做出来的，所以我很忙。就是这个味道，好吃哈。好好吃。我跟你讲哦，静媛姐除了这么会做料理之外，也很会唱歌。你要不要唱一首歌？那我就献丑一段，快，好，心想事成。好愿大家都心想事成。太好了。人生人生两种手中成，书中成，三分天注定，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，靠打拼，一点粉水，一份殊胜，春花秋实此几天，望大家心想事成，美梦成真。耶！哎呦，不好意思后堂啊真的吗？果然还是厉害。哎，你有听到吗？蝉，对，知了在叫。夏天的感觉。对呀，好舒服哦。你有来过这里吗？没有，所以我今天特别想带你来走一走。你看，那边还有可以烤肉的地方，还有一个像小河一样的小沟。小沟，对，你知道吗？这边人家说是桃园的后花园，因为它很漂亮，它离市区不远，叫春天农场。春天农场。对呀，所以你以前有来过？我来过啊，所以今天才会带你来。我跟你讲，今天特别带你来，是因为我们两个每次都是一起去喝咖啡、喝咖啡、看电影、看音乐剧，或者是舞台剧、书舞台店，剧对。但是我们蛮少来郊外走一走，所以我今天，因为你现在在学校，你就好搞，离家那么的远，然后就，你知道我常常有时候会想说啊，你到底回宿舍了没有？我会担心哎，因为你是女生，又爱讲，有讲毛。因为有时候学校很忙，然后就会很久都没办法回家，然后也是会想，就是家里的状况是怎么样。我也是会想。哎，那说到这里，这里的咖啡也不错，有，那我们去喝咖啡，好，要不要 ？OK， 走。蟋蟀。你在捡香菇哦，就让我想起来，以前有一次我做了一个香菇鸡，然后你就觉得很好吃，然后你就把香菇这样含在嘴巴。而且还是一大朵的一大那种朵，就是这样一大朵含着，然后我拍完照，香菇就掉了，超好笑我。记得那张照片，我以前一直以为那个是什么巧克力酱之类的，因为它就是很大一朵，然后又黑黑的，然后就是这样子，吃的很像吃的满嘴。动吃动吃，来做事。餐点准备好了。我跟你讲哦，今天特别来介绍
春天农场非常厉害的茶。这个茶呢，它叫红玉12号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沙漏就是放了3分钟，3分钟之后就可以倒出来。你现在按一下，对，有没有？它就下来了。我喝这个呢，这是他们自己酿的果蜜泡的纯天然的茶。干杯吗？干杯！干杯！我们喝什么都要干一下。你喝什么？甜甜的，但是它不是有糖的那种甜。对，因为它是自己种的。对天然的甜味。对，我也觉得要喝吗要啊，我也觉得，我们俩每次都这样交换。干杯！干杯！嗯，这味道比较浓，对，但这个真的很，你应该喜欢这个，我喜欢那个。你一定要吃一下他们的甜点。对，他们的甜点全部都是手做的，他们对自己做的。那这个是柠檬糖霜，柠檬口味的。嗯，这个是凤梨柳橙。你平常也很喜欢做甜点。对，哎，我很喜欢你，做给我的甜点。特别喜欢做饼干。我们小时候一起做过饼干。有啊，对，我记得有一阵子很喜欢。对，我记得有一次我写谱很累的时候，你突然间也是做了一个甜点端过来，我好感动哦。好像是什么那个派之类的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们来吃一下。嗯，不会太甜。嗯，我喜欢这种蛋糕，比较扎实，然后有蛋香味。对对对，这边下面的地方，我跟你讲，它这个塔不一样，你的是腰果，我的是夏威夷果。其实你在学校的时候，你在后稿位时间，我常常都没有人带我去吃甜点、喝咖啡，我就会很想你。好害羞。不会啊，真的。然后，就是我们今天早上有一起做相框，因为我很喜欢照片嘛，所以就把照片洗出来放进去啊，让我想到苏州。对，是我们第一次跟你一起去演唱会，虽然说希望可以多帮你啊，但是我比较多时候就是去单纯看表演。没有你来看，我真的很高兴，因为演了这么多场1年半的巡回，你终于来看了。我一直都很想去看啊。对，终于等到你放假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件衣服叫水壶装，因为那个洞就好像那个水壶的把手，有没有？那个这个像这个，然后我就常常这样，就好像一个水壶。你变成一个相框了。对对对呀。啊，好害羞！我就是在台下看的时候，我会自己觉得我很特别，因为我跟台上的人就是真的有一个连接，然后看到你们在台上，我就觉得很厉害。其实我在唱的时候，我也想到我女儿坐在下面，我一定要好好的唱。虽然你们好远，真的好远，3万多人的场地，对你想想看，我真的吓死了，但是已经越来越勇敢。对，真的很好听。谢谢你洗这一张，你知道我很喜欢这一张。对啊，因为翠丝，哎，你知道吗？翠丝是我特别的角色，因为台湾迪士尼的翠丝中文版，我是她的幕后代唱，就像我是赵雅芝的幕后代唱，我会出这个角色。哎，我还要谢谢你会带我去玩 cosplay， 因为这样我才有机会出一下我自己唱的角色。而且这张照片还蛮特别的是，这个帽子可以算是你朋友对，特地为你做的。对，这一顶帽子是我非常好的一个 coser 朋友，他特别帮我手做的，超厉害的一顶帽子。然后这个帽子是我自己做的啊，你好强啊！对对对，你好强。我们虽然是出不同作品，但是我们都有戴帽子的角色，觉得也是一个连结吧。对呀。敬我们，干杯！干杯！点本日我们去做了肉羹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做一道炒肉羹，炒肉羹。你再取一个名字吧。
因为我们刚刚逛菜市场的时候又买了贡丸，所以这道菜就会是肉跟青蔬佐贡丸。哎，挺不错的。哎，我们现在来切一下，你帮我拿一个盘子。OK， 谢谢。啊，对，我跟你讲哦，你帮我切这个好不好？我想弄这样子，斜切。我给你一张剪刀哦，啊，这个给你，麻烦你帮忙喽。为什么斜切呢？它用剪的没有那么好像不顺，顺对不对哦？因为会掉粒粒，对不对？那你帮我剪香菇好。对，然后一条一条我。跟你讲，这样。对 OK 香菇这样子。哎呦，你好像很久没有做菜了。对呀，哎，你记得小时候，我每次帮你们做菜的时候，我都会做你跟哥哥不太一样的，因为你比较小，所以我就会在你的小套餐里面，煎个蛋啊，然后画个小脸啊，你记得吗？你记记得吗？得有一阵子很喜欢吃焗烤，然后还可以自己加 cheese。对，爱吃多少的 cheese 就加多少 cheese。而且啊，你知道以前有一次哦，你真的很可爱。我那时候做了一道炒年糕吧，炒年糕，然后你就很兴奋，你就把那个年糕放在地上，放在地上，对，不要怀疑，就是放地上，然后你就自己躺在那个地上，然后这样跟那个忘记一起拍了一张照片。你在剪香菇哦，就让我想起来，以前有一次我做了一个香菇鸡，然后你就觉得很好吃，然后你就把香菇这样含在嘴巴，而且还是一大朵的一大那种朵，就是这样一大朵含着，然后我拍完照，香菇就掉了，超好笑我。记得那张照片，我以前一直以为那个是什么巧克力酱之类的，因为它就是很大一朵，然后又黑黑的，然后就是这样子，吃的很像吃的满嘴。哎，你小时候最喜欢我煮什么给你们吃啊？小时候对啊，其实都喜欢啊，我当然不是都会问我好不好吃，我当然都会说好吃，因为这都是好吃的。有没有哪一道对你特别有印有象？印象深刻的是焗烤，还有一次你做可乐饼，但是那可乐饼又不是大家印象中的可乐饼，有点像酥皮的啊，我想起来了。然后你就放了可乐进去，就是可口可乐。哦，对，哎，可乐其实可以做不少料理耶，对啊，好像可以来，是腌肉吗？还是腌肉、之类的？鸡肉。好，我们芹菜切完了，我现在来切一下这个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动多颜色？我用的颜色。你可以分享一下，你忘记我小时候煮菜也是，会比较好看。对，很喜欢摆盘，因为颜色多，就觉得看的心情很好。对啊，我好，我们把它拿来烫，好，先烫一下。为什么要烫？你知道吗？如果你直接下去翻炒的话，它这个芹菜跟蔬菜会炒比较久一点的话，颜色会变。但是如果你先用水稍微把它烫一下，因为它有一点半熟，你等一下就不用炒太久，但是也不能烫太久了。哎，你有一次自己做面条，你记得吗？我那时候在厨房弄了很久，就从面粉开始做，因对为我那阵子对对很喜欢看别人做意大利面，或者是单纯的那种白面条之类的。对，结果因为家里也没有那个机器，所以我全部都用手擀。哎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自己做的面，可能那个面粉味吧什么的都比较重，就是不太确定。你觉得好吃吗？虽然我那时候我觉得问过你。很好吃，我都有拍下来耶，你那个照片我都有拍下来。差不多了，你们看到咕噜咕噜了。小心烫。好，我们先把火小一点，好把它捞出来。有没有闻到香香的？对不对？哎，这个等一下要换锅子。对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好，我的炒锅出来了。移过去了。我倒油喽。哎，你先来这边。我倒油喽。咦，然后我们来爆香。你记得我们有上过一个节目吗？什么菜料理网哦，我们那次煮还给我沙茶羊肉，哦，真的吗？我们我印象超深刻的。
我都不记得我们煮沙茶羊肉哎，对，你怎么会不记得？我记得超清楚的。真的吗？但是我跟你讲哦，我很记得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分2组吗？我们2个，跟东东老师跟他的儿子，然后那时候我们不是要比赛吗？比赛，结果呢，因为他那个比赛是自己去挑食材啊，然后我一直捣蛋。是拿别的蔬菜，然后丢到别人的篮子里面。因为他挑好的蔬菜，结果我就去拿了一颗大苦瓜，然后东东跑过去放在他的篮子里。然后东东老师说：“你拿这个给我干嘛？”我说：“这个煮了好吃。”然后搞到他不晓得要怎么办。我其实也觉得印象很深，因为我觉得很好玩，可以有那个机会。那好像是我跟你第一次上节目哎，第一次，对不对？对。肉羹这么早就要下去了？对呀，这样才可以跟蒜头一起爆香啊。哦，你对上一次上节目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？我都是记得别人的事情，就是我记得他儿子那个时候还拿了柳丁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然后我想说为什么要拿柳丁，他就说拿来摆盘用的。哦，摆盘是蛮重要的。对，摆盘是蛮重要的。我很珍惜一段时光，就是你高中的时候，我每天晚上都帮你做便当，然后让你带便当，从冷便当到变热便当，因为后来发现吃冷食实在是太冷了。后来才知道你们可以蒸便当啊。哎，你要用这个盘子装，还是你要再拿？换一个新的。好了，哎呦，我的盐巴那边。跟你聊到都差一点忘记放盐这件事情，我靠手感哦。好，等一下，太咸太淡，我知道。你吃宽会不会很烫？当然会。哎，这是干净的吗？干净的。吃宽，我怕。做 demo。等一下哦。好。挺川。还 OK。是吧？不会太咸。当然。我手感还是不错的，可以吗？成功。我觉得你最大的变化是高中的时候，你从那时候开始，你都在班上都拿第1名，而且不但这样子，自己学英文、日文，你英文、日文都超强。也没有吧，做妈妈很骄傲的。有一次，你在脸书分享说，我很爱我的妈妈，她不只是我的妈妈，她也是我的朋友，她更是我的伙伴。你知道，讲到伙伴，我真的觉得很感动。我最好的伙伴。I love you。动次动次来做事。沙好来，听你拼菜，我要做马干本颜色。白酱意大利面。哦。重点是白酱。哦，真的吗？我做过超多次的。你很会煮面，你有吃过吗？好，我一定要。我们刚刚已经先煮水了，所以就可以来煮意大利面。我帮你打开哦。然后呢，面有一个方法。那我来切洋葱哦，有点紧张。真的吗？希望我等一下不要流眼泪。哎，你在知道乃迪波卡，我只要切洋葱，我都怎么办？你知道吗？戴眼镜，戴蛙镜。嘿，对，我会戴蛙镜，记得吗？因为那个蛙镜每次戴起来，它不是就密封了吗？对。哎，我切洋葱都不会辣到我的眼睛，不然之前我因为煮牛肉面本颜色的时候，每次都要切，因为我都用天然的食材嘛，然后就会辣到我的眼睛。对对对，后来我就想到一个方法，我想说，我们去游泳的时候蛙镜都密封，就决定把蛙镜拿出来戴。不会糊糊的吗？不会，完全不会，它也不会辣到眼睛。哎，我之前听过一个很好笑的说法，如果你切洋葱的时候，你咬着一根筷子，它会优先分泌口水，然后你就不会流眼泪。真的假的？我下次试试起来很好笑。哎，你等一下流眼泪，我就拿一根筷子给你咬。不用了，谢谢，我快要切完了。我每次看你做东西给我吃，我都觉得很骄傲，因为你其实，其实你跟哥哥很有趣耶。小的时候，
人家都说啊，那个生女儿好，女儿比较安静，我都跟他说哪有，因为你小时候比你哥还皮，大家都这么说。皮死了。你哥哥都是小时候带他出去，不管去哪里，他都安安静静的等，然后你就跑来跑去，到处跑，然后我就到处追。哦，我以前都觉得人家说生女儿比较乖是假的。所以我小时候都待在家里啊。对呀、这是什么？这个德式香肠，对，然后就是你会不会那给你切好了？给我切吗？你要切什么样子？对啊，就是都可以，你要斜切，你要正很普通的切都可以， OK， 这个大小可以吗？可以。结果我刚刚想说你很皮，可是没有想到你慢慢长大之后，你跟哥哥变相反。他青春期开始就超爆冲的，这要切多少？再一条看看，好，看这个感觉的量，视觉。OK， 尤其是我觉得你最大的变化是高中的时候。高中，对呀、高中怎么了吗？没有，你从那时候开始，你都在班上都拿第1名。哦，那个时候第1名，哦，突然开窍了吧？对呀、而且不但这样子，自己学英文、日文，你英文、日文都超强。也没有吧，做妈妈也没有很骄傲的。面应该 OK 了差不多好了，就可以把它捞起来，先放着备用。哇哦，应该就可以了。好啊，接下来我们就是直接做白酱，整个下去。整个下去。讲到以前高中的时候，我是国小毕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去学街舞嘛，那个时候对，我就突然很想要跳街，突然很想跳街舞，我有是什么跟你一起感觉？去。对，不知不觉就学了很久。哎，你记得头2期我也有上课吗？。有啊，我印象超深，你去上那个，是 hip hop 吗？对对，然后你都会满身大汗出来，然后说哦很舒服，这样对子，。我前面都记得，我都很高兴，他教了什么动作都记得。大概5、6个动作之后，我就再也记不住了啊，好艰难。对啊所，以每次他整个成品结束，然后开始从头跳一遍的时候，我前面都很好，但后面就忘了。然后再加面粉， OK 全部融化之后，好看感觉。所以你那时候高中的时候，突然跟我说你想去日本学，没有哦，啊是那个时候我突然开始看音乐剧，啊然后我有一次就邀你一起看，就是宝冢的音乐剧，然后我就有跟你介绍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，然后我那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其实是可能有机会可以做这件事情，是你就是有一天突然跟我说啊，你会想要去考吗？然后我就第一次开始觉得这是没有不可能的事情。因为我觉得你可能不好意思讲，可是基本上你想要做什么，我基本上都会支持。所以后来才会去学芭蕾。其实你那时候说你要去保种，我其实很担心哎。我自己也很担心啊，我自己根本觉得不可能。虽然到时候就是没去考啦我虽然说我支持你，可是我其实很担心，因为担心你在那里会很辛苦，因为一定外国人嘛。哎，但是我倒是因为你，我也去上了芭蕾耶。哦，因为我，因为啊，你都跳舞，然后我发现你去上的那个班太难了。有一天突然间桃园有成人芭蕾，我就开始去跳芭蕾。我现在也会这个，来，一位，这是一位吗？忘记了。一二一1、2、3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我顾一下白好，酱。顾一下白酱。其实我觉得跳芭蕾很好哎，嗯，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身段啊，整个都我觉得都不太一样，对挺。好。虽然我有点不太确定，但我觉得现在有点太浓，所以我加一点点煮面水好了。好，然后就可以下洋葱，整个吗？可以要全部吗？全部好，吧。爸，好啦，我就都可以吃嘛，洋葱好吃。洋葱好吃健康，好香哦。然后其实白酱就是把所有的东西加下去我这。样会不会切太大？不会啊，哦，可以吗？可以吃就好了。哎，你们最近好像最近有参加一个戏剧嘛演出，对，然后又要跳舞了。又要跳舞跟唱歌了，对呀，很棒，我好期待。你要来看啊？我当然要去，我一定要支持。我现在想办法，因为我那天我一定要想办法去。需要盐吗？要。哦，在这里。
后给胡椒 ，no。好香哦！说到你最近要演剧又要唱歌，你记得亚龙萨 Q 哈去上闹捏大擂台，这是你第一次唱客家歌，从哈嘎狗，记得吗？记得。那你记得你头发那首歌怎么唱？大概记得吧。真的吗？你唱来我听一下，不要被我拉走哦。好。哗啦啦啦啦，秋天该你头发，锵锵讲故事本爱他。沙啦啦啦啦，冷天该你头发，锵锵中国土奶转播卡。耶！我有走吗？还行还行，快要了，很厉害，你还记得呢。紧张的要死。好，哎，唱歌就紧张，好，差不多了耶。你要试试看吗？好呀。有的，好，后是太好了。下班喽，耶！先吃吃看我煮的，我先吃芹菜。我也要。脆的。我们来试试看牛肝用炒的。不错哎哈，好吃。好吃，吃一下你的。先看洋葱有没有。其实洋葱有软呢。有啊。因为切很小块，所以这个感觉可以跟它一起搭配，它很淡，它很咸，刚刚好。吃自己女儿煮的饭，觉得心里很感动哎。我也很开心因为现在可能工作比较忙，所以比较少有机会煮菜，所以难得又可以再吃你下厨的料理。还好，你放假，今天可以一起出来。难得可以有这一天，不然我们根本也是超忙。我看你吃，让我想到以前你小学的时候，比较长的时间是在阿婆，阿婆那边，那阿婆就帮忙照顾你啊。我工作还是很忙，但是你上国中之后，你知道吗？青春期叛逆，你就想要，就是自己回家睡了，就不想说住阿婆家。可是，我记得那个时候，其实妈妈有件事情一直很放在心上，就是我那个时候你回家，但是我常常不在家。还有一阵子是爷爷住院了，我也常不在家。你有记得吗？但是我常回来骂你。我觉得那个时候会就是说是叛逆，说是想回家住，其实也不太贴切，因为国小的时候就已经很想要回家住，但是因为都住阿婆家，当然住阿婆家我也很开心嘛，但是就是会有一个回家就是可以见到你，因为那个时候会觉得距离有一点遥远，就是因为你可能出去唱个演唱会，可能就是最长可能还可能到1个月还是什么的。哦，对，我曾经去巡回1个半月。对，所以那时候就是会觉得很遥远，然后甚至我忘记是哪一次了，反正就是突然有一天明明可以回家睡，可是会有一种很奇怪的疏离感，就是反而会觉得阿婆家比较有安全感的那种感觉。然后我那时候第一次有赖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还很小，可是因为那时候也只有赖可以跟你有通讯，所以那时候就传讯息一直猛传，然后我那时候不知道那个是传不出去的意思，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没网络，不是那时候我在国外那边收不到，对，而且没有阿婆家那边网络也不好，对，所以就传不出去，然后我就一直以为你没有回，然后我就超难过，我就自己在那边难过。我其实是后来比较大的时候有一次，你记得吗？我们2个一起生某的时候，我们2个手牵手聊天，你就聊到我照顾爷爷的时候，你那时候的心情，我还以为你就很乖，每天都在家里。你跟我讲，我才知道哈，
你每天晚上都跟同学出去公园玩很晚，好几次我照顾爷爷回来之后，发现你还没睡觉，我就大骂你。你为什么还没睡觉？你都不知道睡觉，一点都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，你知道吗？妈妈要跟你说对不起，因为那时候真的只会因为我照顾家，然后又要工作，我就会很着急，然后回来又发现你国中正要成长的时候，你都不睡觉，你就会长不高，然后我就会生气，就会骂你。一直到后来你跟我讲，我才知道其实你会觉得你很孤单，然后就会出去跟同学玩很晚。其实你是很怕回家，然后你又很怕失去爷爷，然后又很怕我，对。然后那时候哥哥又不在家，我真的要跟你说对不起。虽然我们两个聊过这个事情，可是我还是每次想到我都会觉得。对呀、而且我最感动的一件事，我一定要跟你说。有一次你在脸书分享说，我很爱我的妈妈，她不只是我的妈妈，她也是我的朋友，她更是我的伙伴。你知道，讲到伙伴，我真的觉得很感动。我最好的伙伴。I love you。妈妈，我今天有准备一个东西要给你。你先看一下封面，因为这是一本书，但是，对，然后我等下念给你听。感谢，谢谢妈咪从我出生那一刻后对我的照顾，直到现在。感谢很难，因为太多了，不知道从何说起。这份感情太丰富又太复杂，将近20年的感谢要如何写才好？爱，虽然有时候我很会碎念，真的很常会想太多，但我真的时时想着你，也会替你感到担心。尤其是在我升上大学住外面，很少有时间回家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想到很难过，因为我们各自都好忙，好少有机会可以一起去做些什么。到了寒暑假，虽然还是各自很忙，但每一次都还是会找时间一起吃饭、看音乐剧、看电影、唱歌，这些日子我都很珍惜。未来，希望我能继续成长，可以照顾好自己，更想是照顾你。你是我很了不起的妈咪，我从小就这么觉得。我们一定要再多多出去玩，希望妈咪快乐健康。你的女儿。我会好好收着你以前写给我的，还有你发给我的一张奖状，最好妈咪奖，我都留起来了。对呀，谢谢。春天给你头发，你的丝很长，突然老散发。热天给你头发，都在牵牛发，叭叭叭叭叭。转不开。